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川普这个关税连续剧，日日惊奇，互你猜无着。防止生产地教你叫你呢爱承诺，还有晶片、电子产品咧听货，还有啥物其他的物件呢？今仔日4位专家到底来讨论。 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洪在良。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亞太香港總會執行長邱達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大國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羅信聰。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那麼第四位是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繼續來關心即麼進度較到位。美國要甲台灣扣32%的對等關稅，雖然即麼暫停90天，不過這個政策有緣還是衝擊到咱外銷的這個產業。那麼行政院長杜英台昨暗時落蘭。 昨暗呢，羅蘭甲產業代表來座談，要來了解到業者的困境。那麼本地今仔日行政院要來公布到880億的支持方案，要當時申請，要安怎申請？不過因為美國的政策又搁咧轉變，行政院表示，搁等一禮拜。 產業界人士陸陸續續來到現場，美國原來有計對台灣扣32%對等關稅，雖然佫宣布暫緩90天，並且公布免除項目名單，不過各種無確定性，有關衝擊真濟中小型出口業者。行政院長杜英台13來到高屏開座談會，了解業者的困境。遊艇的競爭對手主要是歐洲、土耳其跟美國，那他們的關稅跟我們相比都很低啊，歐洲只有20%。 遊艇業關稅對個位數升懸到32%，恐驚予競爭力下降。另外，美國3月12就宣布進口鋼鋁增加25%關稅，所以真濟螺絲扣件甲鋼鐵這工業重鎮。高雄市長陳其邁煩惱講，中國若因此轉移市場，恐驚對中小型扣件業者影響會更加大。台灣輸往東協的關稅跟中國輸往東協的關稅其實是並不是對等的，好，所以這個對我們業者的經營的競爭的壓力。 其實會擴大。行政院長杜英台講，台美談判會佇互利基礎上推動，並且講美國也真關心進口關稅問題，會嚴防台灣真濟生產地破空，並且啟動大規模反傾銷調查。那這個工業，台灣磨豆銷美國數量雖然加佔2成，也毋過美方政策的變數加上中美貿易戰，也互屏東農民真煩惱。 中國要銷美國的話，它會變成它有問題，它可能沒有辦法銷，它反而會不會是從這一些，然後會回銷到日本？所以呢，未來企業啊，這個擴大內需設備被汰舊換新，然後需要，我們會在下一波再用一個計劃、一個預算來幫忙。 杜英台講會協助開拓市場，另外伊有美方政策也佇變動，原定這時要公布的880億支持方案的補助時間甲內容會延後一禮拜。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這個新聞段吼，講了3件代志。第一就是愛防止生產地；第二，關於你較細緻，你有咧聽，這內面咧講啥物，就是講美國人咧甲你談判的時陣，其實是高高腳步。 我甲你講的時陣，關稅安尼，但是我甲伊講的時陣是關稅安尼，但是你賣物件可能會甲伊相拄，咱就是咧驚這。那到底要安怎知影講？你要拍算甲伊講啥物？還是講我安尼甲伊講的時陣，就講我清楚講，無咯，我這磨豆吼，我這世界第一咧，我這你這唔通假安怎？產量閣好，要安怎說服？其實這是真幼稚，閣真。 長期的工程，怎麼可能在90天就人講好？我實在是懷疑啦吼。所以咱這來請教這4位老師。但是第三項，伊也咧講到啥物呢？講到這生產地之外，還講到咗國內的這營運，這刷落來咱過來講。今日主教這2項吼，我要先請教老師吼。是。傳播，其實講無咯。 這是電子產品啦，啊是啥物半導體，迄是迄毋是叫做對等關稅，
迄是其他，啊，佫无，刷来菜啊，佫要捧出来。委员，你安怎看这项代志？是安尼哦。其实吼，美国伊这边吼，4月初二关税解放令吼，伊引用的迄个法案哦，是1977年定的吼，就是国际迄个紧急经济权利法吼。啊，伊就讲，迄个原则是国家为单位吼。国安呐？毋是，就是当然有国家安全，啊，个经济安全拢有哈吼。啊，就是国家做单位吼，所以伊咧讲的对顶关税啊吼，啊是10%基本款的迄个关税吼，拢是引用这个法律来。啊，伊这个法律规定吼，就讲我来这公布的时阵吼，我另外个公布后面的项目的产业哦，比如讲迄个电子啦、半导体等等啊。啊，第二项是吼，伊讲后面以后毋是讲就是免关税哦，就是讲我个另外是1962年的哦，贸易。迄个扣电法，吼，啊，伊是国家安全的考虑，哦，所以主要是迄个商业部甲国防部负责的吼，所以意思讲你若剩迄个钢甲铝啦，吼，啊，个迄个汽车啦，吼，啊是伊专门咧讲的点名的，就是半导体，哦，啊个药品，就是要用这个1962年嘿，这个贸易扣电法来处理，所以安尼表示讲吼，头前讲的公布是讲伊迄部的吼。法律内底范围，毋是讲真正是免关税。哦，所以这阿哥有通啊等。对。哇，这90天这真歹过呢。但是我要请曲老师吼来甲咱讲一下，就是讲美国安尼谈判，伊袂一个头摸50个烧吗？啊，伊安尼有法度知影讲，吼，你台湾你啥物物件较厉害，啊，互你正确而且佫适当的物件吗？毋是咱就爱先提出一个要求，啊，伊算盘要安怎点？到底伊即个谈判，即个实质的即个过程，要安怎达成？我实在真好奇呢。我感觉伊即马应该毋是你看你台湾啥物较厉害啦，我台湾较厉害，伊应该也不是很在乎啦吼。因为伊即马袂爱公平啦，吼，譬如讲，迄阵啊，伊咧川普咧宣布即个对等关税之前，伊阵啊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贸易调查。啊，贸易调查伊就讲一寡较重点的，讲台湾做啥物无公平吼。啊，咱即马虽然看伊即个公式啊真简单啦吼，敢若就是迄个台湾对伊的顺差额吼，去除以台湾对伊的出口额吼。啊，但是伊即个分子啊吼，照伊的白宫释出的文件，伊敢若有包括除了关税之外，非关税贸易障碍啦，然后汇率操纵啦，还有补贴吼，然后还有法规。比如讲，咱即马有一些法规规范美国特定的农产品袂当入来啊，除非讲爱达到一个维持国人健康的标准，啊，这可能伊会甲你讲，伊即马美国毋是讲伊遮物件起来了，美国的经济变偌好，伊最主要是讲感觉讲恁来创这无公平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应该是我感觉咱的政府嘛知影要甲伊讲啥，吼，啊，而且即马讲，头拄仔你讲迄西山地吼。你看伊即边这对等关税出来了，除了伊最主要的对手中国以外，其他中国附近的迄一寡国家，包括咱台湾，拢去调足悬，就是伊就是要互你生产地啦，吼。那要生产地这点，其实咱会使去甲，迄阵啊，我会记你，咱你甲拜登吼讲迄个21世纪协定时，内底敢若有一个条文是，我咧记无毋对的话，有一个敢若是供应链资讯透明化。吼，啊，供应链资讯透明化，这就是防止生产地嘛。啊，但是即马敢川普敢若无啥想要去讲即地啦。吼，啊，其实我感觉较早拜登甲川普的目的应该是拢差不多共款，拢是要互制造业转去啦。只是讲川普敢有军啊，啊，拜登除了军啊，佮有红萝卜安尼，然后再差在遮尔啦。吼，啊，所以讲咱已经甲美国签讲一半，还未讲完嘛。吼，我还记迄阵啊，21世纪迄讲，还未拢讲煞啦。我讲有得讲吗？啊，无你就已经签的部分去我看卖，可能我感觉川普是歹讲，伊讲拜登是箭头啦。What's that？ 对，但是若准说讲拜登箭头做箭头，伊的目的甲川普程度上其实是共款的，无是迄个制造业等于对无？吼，啊，你著伊即马讲，譬如讲惊咱替中国大陆生产地嘛，啊，你著
甲讲的这半，互伊看，讲阮就是做诚心的，无要做这款代志啦。哦，其实这生产地真严重，就是讲去年吼，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敢若将近3000亿对无吼？啊，那你若讲含迄生产地上算下，敢若9000亿外哦。所以讲，这个对美国影响足大。即我要问吼罗老师，我知影罗老师即个想法跟立场哦，就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哦，要脱钩要创啥？咱来先看这个图表顶头吼，进口中国零件涉嫌生产地变做 MIT 吼 ，Made in Taiwan 的这星瑞电子吼，2009至2024，对中国进口监视其主机相关设备超过美金1亿，重新做的要打了 Made in Taiwan 吼，啊涉嫌违反着刑法吼，这种。这真极端啦吼，啊，但是嘛有一种，就是讲伊有咧照步来的，咱的这个原产地吼，咱关税有3种，一种是取得的，完全取得，而且完全生产的，啊，一种叫做实质转型。咱真正有法度实质转型吗？你要看安怎来讲啦定义嘿，你会记咱迄阵欠鸡卵的时阵，啊，鸡卵。摕入来，啊，甲泡开，啊，甲变做一桶的卵，啊，卖予学生啊去做营养午餐，那嘛是感觉伊是实质转型啊吼，因为已经甲卵壳降掉啊嘛吼，所以迄阵就当做咱Made in Taiwan嘛吼，所以屏东有一个迄个养鸡场，落尾去互政府告嘛吼，所以这部分其实拢是行政认定啦吼，啊，这个部分咱爱。item by item 到办啊，好好讲啦吼。像迄阵迄个鸡卵的代志，落摆农委会嘛，感觉是伊委托的迄个促评会扩大解释啦吼。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头下主持人提到迄间电子厂吼，实在是真好啦吼。因为咱这个开始对原产地甲做讨论吼，其实是对咱咧签 ECFA 的时阵就咧讨论啦吼。所以咱做迄个时阵就有这个规定吼。啊，这个规定已经做超10档啊啦吼，所以其实咱有足侪数据吼，会使提出来互全部的谈判的人来看吼，就是讲咱做到什么程度、什么代志，咱安怎做。啊，因若佫有啥物指教，咱嘛会使听，对无？啊，第三点就是讲，美国其实就伫拜登的时阵吼，你若伫半导体的部分吼，不管你是车啦、手表啊啦、凊彩啥物件内底若有用到半导体吼，啊，这个半导体。装做啥物物件啊？拢总用几个啊？袂去对，拢爱写互美国人听。所以这部分咱嘛拢已经做过啊。所以即马其实若敢若纯粹是敢若讲做产地安怎来啊？塔做伙了后，迄个附加价值安怎定算？其实咱即马这个部分要做是已经真辛苦啊。因为咱的法律嘛有啊，啊咱做10档的迄个经验嘛有啊。啊，其实讲我歹听的啦吼，因为咱迄个 WTO 吼。有一个吼，做电子通关的这个全球的网络啦吼，这个电子通关全球网络自2014年就开始统一起来 harmonize， 所以对美国来讲吼，伊的成本无悬，主要是敢若惊讲伊要甲你乱啦，啊伊若要甲你乱，要甲你翻吼，你摕3看嘛无效啊，因为即摆足清楚的代志吼，你譬如讲，咱政府拢甲咱讲做，咱若食美国猪肉，啊就会使签自贸协议吼。啊，其实拜登都自就任2021年开始，伊就讲啊足清楚诶，阮绝对袂签 FTA。啊，川普嘛是这个立场，所以伊诶这个经济顾问吼，纳瓦罗讲啊足清楚诶吼，昨伫美国诶电视面顶接受采访吼，伊讲说零关税吼 ，zero tariff rate 不是重点。越南、欧盟甲咱台湾嘛是拢讲说，阮要用零关税来甲你谈吼，啊，其实美国人你讲啊足清楚啊，这我都不爱滴啊，我都不爱签 FTA 嘛，啊，我都不爱零关税嘛，我就是要叫你去提出更较要求的，啊，更较美丽，啊，更较迷人的，啊，咱即摆上害就是吼，咱拢无甲咱全台湾人讲个清楚，咱即5档伫遐食猪肉，啊，总统府安尼开3届记者会，啊，伫民进党的东部嘛开。啊，猪肉嘛食，啊，都无可能有 FTA 嘛，这是足清楚的人的政策就是安尼。啊，你想要欢财入灶咧，你都无可能去逼人甲你签嘛，
这是介清楚的代志。罗老师安尼讲啊，哦，直接安尼讲，就是讲你爱要求美丽，个美人，个赞的。对。咱有啥物物件要甲送去交军出赛？坦白讲啦吼，自古以来美国人一直拢足愿要来台湾吼开大学啦，因为咱会点足好的。啊，咱台湾的 campus 吼，拢已经起甲足完整的。你若会使让两三个 campus 吼，咱即摆足侪私校退场吼。这你提出来甲美国人讲吼，半暝啊10个好常春藤拢来找你啦。我今天哦，老师。当然咯。我这听起来，这我相信看电视的倒院长吼，听罗老师安尼讲吼，咱试看卖，看开学校我讲趁钱，啊，佫通好培养伊的人才。好的吧？啊，你即摆美国人已经开始甲大陆的高层的这个大学甲科技研究拢脱钩啊嘛。咱即摆台湾这个点，佮这个机会，会使两边拢会使甲招好嘛吼。咱互美国人有通趁。啊，伊嘛感觉伫台湾甲人交配较放心。啊，大陆的高层会使来台湾做学术交流嘛？咱无一定爱扣学生哦吼，咱会使扣博士校，咱会使扣遐个工厂甲遐个研究人中心的人，咱会使做足侪代志。台湾吼上罕的就是吼，摕迄个30年前萧万长先生去用邓家人的迄种方法咯，故你甲美国人伫遐车来车去，迄个无采工嘛，迄个无可能嘛。所以先塞一下要交美咧。啊，当然咯，这一塞出来了，你看美国人要甲你谈无？这王老师安怎看？我觉得你是说台美谈判嘛？哎，是。我还是上礼拜说的，台湾是全球第4大外汇储备国，有92的美债。那很多人都在说，关税之后是海湖庄园协议，要谈美债的长期美债问题。这没命了没，20年叫你变做100年啊，搁免息。这若是你敢有接受？当然接受啊，反正我们的外汇存底也不会拿出来用啊。按怎讲？我们外汇存底就是放在那边，告诉全球说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应付金融危机嘛。那我们现在只是从短再换成稍微长的嘛，那美国就愿意提供美元就好啦。但是咱变做本来有利息，然后收无利息，然后收呢？那就可以谈呐，就谈不要。他最主要现在美债问题是到期的问题，他每年到期的金额太高，他说你把那个还本付息的到期的时间拉长，可是利率不要这么现在。可美国现在关注利率太高，那我们稍微降一点点。所以王老师，我给你整理一下，观众朋友吼，可能要知影讲，其实美国咧讲这，跟伊是上烦恼的，就是第一个美债，伊逐个月咧纳利息，根本纳不出来。你最主要是本，那个还那个本金，本金，每年要还的本金。但是即摆有听讲，有人咧个抽。在抽美债要提个卖到互伊规个拢放去安尼，这敢有可能？不可能啊！那个美国财政部长已经讲了，中国已经卖美债已经卖了5年了，美元指数有跌吗？那这一波当然是因为美债已经涨到利率已经涨到5%了，大家觉得迟早会下降，所以大家在抽手。那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自己本身在做这个拍卖动作的时候，有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才会突然拉升。所以那是偶发事件的，对吧？对。所以我们首先就金融上面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把他要还本的我们拉长嘛，因为我们就算他还本，就比如说有一笔美债10亿到期，我们一样还是会去买美债啊。那你就把时间拉长，可是我们利息可以谈嘛，我们还是要收利息啊。但是我听杜院长咧讲起来，伊上烦恼的是防止洗产地。这个防止洗产地这项代志，像头罗老师讲，咱已经做10档啊。在天互伊看，讲阮就是叫你叫部来，美国人要相信。大概西产地的分作2块来看。第一个是朱启仁讲，就是那个。电子业、资通讯，它的产业链比较绵密所以台湾其实最优秀是中间材，
所以你这个中间才算不算洗产地，就是模糊嘛，对不对？那另外一块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像越南，刚才主持人讲，钢铁没有洗产地的问题啊，所以那就越南就直接课了中国大陆的反倾销税。所以针对中国的一些比较传统产业，钢铁、汽车或者是毛巾，这个我们可以透过课反倾销税，让它不要到台湾来。那因为资通讯除了刚才有讲到对等关税，那事实上全球有个 ITA， 本来就是零关税，所以那块本身就是比较模糊的地带。可是长期来看，川普要的不只是洗产地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从拜登就开始强调要降低中国制造的比例，所以你中间才是中国制的，将来也就算没洗产地也会碰到问题，所以从长期来讲一定是拖中。这一步一步给你缩起来吼。安老师你安怎看？第一，防止生产地；第二，这中间材的部分其实过去是铺设的，大家好来好去就好。若即马歹咧，就直接来杀甲安尼刀见骨啦。这刷来你预测这个情形会变做安怎？安尼讲啊，迄个这内底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讲水产地啦吼，水产地主要是迄个贸易甲出口，因为到尾来出口嘛，另外是讲迄个伊物件，比如讲中国产品足济嘛吼，伊若美国市场若无法度入去的话吼，伊会四过走嘛，或者低价倾销吼。过来当品，当品所以其实这是两个战术问题吼。第一个是讲迄个贸易进出口吼，迄个贸易进出口拄啊，阁想讲到，就讲咱其实准现代的贸易吼，一半以上，尤其是两岸吼，头7、8成拢是中间产品吼。其实中间产品嘛，毋是干一个方向哦，为啥是咱出口过到中国，伫遐阁加工，再阁送转来，所以现在毋是干一边的方向啦吼，所以。意思讲吼，你若讲中国的迄个成分吼，咱当然有家己国家有一个原产地认定的标准啦。咱讲人有迄个身份证有吼，产品嘛有伊迄个国籍，吼，就讲你认定讲这个产品到底是毋是伫遮大部分完成吼，当然有一寡计算的方式吼。所以要讲完全无迄个中国的制造的成分，其实是真困难的一寡代志。当然，咱照咱家己国内规定讲，原产地偌济以后，比如讲你讲的35%，一般来讲就是若有这个附带价值讲你若进口100，有增加到比如讲135，等等你台湾有135出口的报价，安尼就讲这是我台湾做的，你在这情况之下，我相信这个因为你只要有台商，只要有两岸的贸易这个中国制造成分可能无法度完全去除啦。这个真歹防止以后纠纷会真济呢。柯老师，你认为呢？我感觉这个甲中国大陆做生意就是安尼啦吼，因为即马进前无偌久，我有拄着一个台湾做迄染整的纺织的吼，那伊就囤很多那个中国的染料，吼，伊就惊讲过来可能歹势啊啥，吼，但是到尾啊，这个贸易战来，吼，伊做的代志是伫个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进行，即马敢若中国大陆在囤太多，要对外倾销了吼，所以讲伊进前囤的遐就是你看给变得了，但是现在对啦，他都迄个咱委员讲的嘛是有影啦，就是讲你即马尤其是传统产业吼，你讲进前无大陆的身份，你感觉足困难的。你譬如讲像纺织，咱即马台湾有无咧做？无啥咧做成衣啦，你踮迄一般卖场，你看无足少啊，美联台湾、种啦、紗啦、布啦，拢做迄，咱拢做迄但是就算是那个布批布哈，然后要的那个染料嘛是拢大陆过来，然后内底一寡较中间材迄啊吼，嘛是拢大陆的啦。所以讲你讲这要安那请这个有没有生产地哈？这个是海关认定嘛？那海关认定好像在程度上也是有一些主观，所以讲这我感觉是真困难啦。我头就看这图表吼，伊这咱有3种嘛，原产地证明书以及加工证明书管理办法内面第3条，输出废品
以我国为原产地者，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第一，就是完全取得，或者是完全生产，这无问题。但是还佫有最终实质转型。这实质转型内面吼，伊佫讲啥物叫实质转型？在第5条吼有认定啊。除了贸易署为配合进口国规定之需要，使货品性质、特性或者是特定区域另为认定者，应该要有下下这情形。第一，讲得真明白，但是我看落真模糊，就是像头仔傅老师讲，这认定的时阵其实是真主观的。伊就讲原材料经加工或者是制造了后所产生之货品，以及其原材料归属自我国海关进口税则，经6位号码列商业者。意思就是讲，我甲你写无共款，就是无共款。这6个号码无共款，你就是无共款安尼。所以要安怎认定这？那罗老师佫讲啊。其实咱过去10年拢咧做这项代志，所以美国人已经大致上已经接受咱这号码的做法了吗？还是讲传播无哦？定来，个人一摆，敢会安尼？我想咱免伫遮伤烦恼遮的啦吼，因为坦白讲，这个资料吼，在你一出口通关吼。伊就全世界拢上网吼，甲咱坐飞机共款啦吼。你即马摕迄护照吼，甲对吼，其实全世界的资料拢连做伙啦吼。所以其实若干那讲要烦恼讲人工伤重吼，这是免啦吼。啊，第2点就是讲迄35%要安怎认定啦吼。对啊。啊，咱坦白讲啦吼，咱35%，你譬如讲咱即马伫迄个电子汽车这个部分，你遐个电子零件啦、电池啦，迄拢爱对别位来嘛吼。啊，你即马要算讲35%是对部分是35%，啊，这当然有通弯啦吼。啊，但是这个部分，我看咱最近那个贸易署做的裁定吼，嘛是共款照步来啦吼，嘛是要求讲3档内，你若是要伫台湾生产，啊要搭 Made in Taiwan。你3档内，你就要有甲35%的附加价值是 local 的啦吼，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咱政府有一个原则啊，咱这个伫做工课的事务官嘛真拍拼啊，其实讲实在，这个资料吼拢电子化，你要录要掠剪手，要甲装，迄足简单的啦，所以无必要伫遮吼。但是老师顶摆迄个 TSMC 的迄个晶片，安怎卖去到变做因的迄华为手机啊内面？像这个部分，就是即马上笑亏啦吼，就是台积电讲做因是家己主动去检举嘛吼，因为因怀疑。啊，其实咧，阮头讲过吼，自这个川普的第1任甲拜登开始，美国商务部就咧研究要安怎去约这个后手吼，买了后，佫走一队。啊，其实这部分嘛拢做到已经真完整啊吼，这样是敢若讲咱约甲第几手啦吼。譬如讲，咱即摆像若财政部咧查税吼，你若摕互伊一张发票，伊就去约甲你开发票的人，伊有进口无？啊有买货无？啊，若伊讲有，我有一个来源，伊就去甲你约，啊约6手啊。咱即摆政府查税是约6手啊。所以咱现在税收愈来愈济，因为大家愈来愈诚实嘛。啊，大家知影讲爱报税就是爱报税嘛。啊，所以你即马其实咱这个伫原产地这部分，因为当初是为了 ECFA 吼，惊迄样阵大家无爱接受吼，所以咱通过这个方法。啊，已经实已经10几档啊啦。坦白讲，你看迄个技能的代志，老板嘛是足明显的嘛。农业部感觉讲，伊就是违反这个规定嘛。政治判断就去做。你袂使干那卡一下鸡两卡，啊，就讲做35%啦。哈，因为迄个卡迄个工足少的嘛。啊，你讲伊有转型无？有，无两卡啊。啊，但是迄个实质转型的意思毋是这啊。实质转型是讲我伫认定的时阵会较好判断。啊，我本头底迄个税则都无共。啊，我上重点嘛是3%个5的迄个附加价值嘛，啊，这个部分你爱照步来嘛，所以坦白讲，
人工成本袂伤悬啦。啊，若要真正啊做，迄个资料拢是电子化啊，已经拢全世界会使查，迄拢捞得出来啦。啊，当然上麻烦当然就是讲，咱伫上尾啊手，即个事务官咧做代志的时阵，咱互伊偌济独立性。伊若有宽限具独立性，咱就免烦恼。啊，若见拢有人来甲勾结啊，来甲成啊，甚至来甲骗啊，这就较大条啦。啊，但是你讲像台积电迄部分，我想迄个谣传讲说啥物$11这代志，迄应该是谣传啦。哦，但是我感觉真无可能咧，就唔知影王老师有其他的看法无？就这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这产业对美国来讲，你若偷啊袂去，我就平常时我拢袂互某人啊，伊嘛讲某人伊就用去做这，他会知影讲，伊甲我一摆吨较济，嘛像迄个 CPU， 迄个 DeepSeek， 因咧买迄个 CPU 一摆，讲有通买到。讲到超1亿吨的遐，这种物件要如何安查，要安怎查察？我是针对议长所讲的话真好奇啦。我分2块，第一块洗产地哦，台湾应该不用太担心，像老师他们说的是我们有严格的法制。那么这一块应该针对东南亚，比如说越南、跟印尼、跟泰国都有中国的境外加工出口区在那边，所以中国的企业直接到那边加工出口区，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弄一弄就到美国去了。所以洗产地最主要针对这些国家，不是针对台湾。那回到台积电的问题，我当然觉得有点荒谬，就是说台积电应该说在 ICT 里面这个圈子里面有多少大厂，难道不晓得吗？突然一个大单来，然后你这个能够吃下这么大单的，难道这家工厂大家不晓得？然后台积电还卖给他，就跟我们圈子里面谁做中国研究大家都知道嘛。突然出来一个人说他要一个，他很厉害，我们大家都会很好奇。所以当然就像老师说的，他有申请自我调查，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逃漏整个美国的出口管制仍然是有疑虑的啦，一定中间哪些干部想要多赚点钱或怎么样的，可能有，我会比较站在这个角度去想。可是这个跟现在的关税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是出口管制，一个是洗产地到进口到美国是2个概念。因为即摆看起来，这几天吼，虽然伊逐工咧变吼，一个方向拢无变，天下为中啦，你就爱帮忙我来为中国啦，则为了中国了后，咱则讲的时阵才有通讲。我唔知影是唔是安尼，做一种条件，还是暗示讲，我零关税唔是我所爱。像他罗老师讲的，你要求美丽送一2个仔来者，无就是爱甲我替我斩毒，这中国这戒毒，这个物件。但是即马看起来，连半导体，安老师也讲，这半导体啦、电子产品啦，可能刷落来，佫有物件爱通面对咯。对，是啊，因为咱咧看美国吼，川普总统伊这连续吼，伊这大的战略个解放力啦，关税解放力，伊解放意思是讲吼，我现行的国际贸易的体制是大家甲我做生意拢无公平啦，无照步来所以我川普总统要互美国解放，就是无免互恁直接甲做一寡无公平的代志，这是伊迄种解放的意思啦另外是讲伊美国就是规年冬天拢是伊对外贸易拢恰利嘛比如顶年、旧年就是迄个大家一挑2000个美金一年就这大表示讲伊这个负担袂起所以伊要做一寡方式，就讲叫你大家多来买美国物件恁家己迄个关税一寡相关的贸易障碍家己爱处理另外就是美国伊要家己的制造业或者再工业化嘛讲伊真侪工业迄个大部分拢是中国啦、世界各国伫遐咧做生产，所以伊美国伊就有重要的，比如讲做船啦还是
半导体也好吼，啊是做药啊嘛好吼。伊讲我家己要用大部分我家己要来做，吼讲所以伊这个观念之下吼，伊美国爱真侪国家的工业方面的宝贝，爱宝贝吼。看你有啥物宝贝吼，你尽量摕过来。啊，所以咱就要想哦，咱台湾有啥物宝贝吼？啊，当然是迄个 T 开头迄间公司嘛吼。所以证明咱爱真注意吼。啊，另外是我家己嘛真烦恼这边啦，去甲美国谈判，因为时间足短。啊，唔知迄个农产品方面是不是会开放？会叫牺牲去。这方面我家己嘛真担心嘛吼，真烦恼嘿。是，但是吼，比如讲柯老师，我所在吼 North Carolina，这个北卡州啦吼，过去吼在60年代是全世界上大的这家具的生产基地。哦，算了，咱就知影下线的故事啊，拢去中国摕去啊，吼。伊啊，人是北卡的州长啊讲，要转来。这怎有可能？这家具即摆的物件做到什么程度？啊，伊要这是头一个例啦，第二个例，咱咧讲迄个 iPhone 啦，即个 iPad 啦，这种电子产品的物件吼，一档还是一档半，就换嘛。内面的螺丝的所在拢无共款。你如何要叫这 robot， 叫这机器人？迄样开无规条流水线拢爱换呢？你拄啊只投资落去的物件，佫无回收，我无趁较够啊，佫来换啊。哪有可能用机器人来做？这种物件对川普来讲，我相信你也知，这几工以后大转弯啦吼，是毋是可能有超落软的这个感觉？我感觉伊无要落软，吼，伊要因为伊进前就讲啊足清楚，这是一个手术，吼，伊就讲，比如讲他拄啊，咱就知影讲美国的这个双赤字的问题嘛，吼啊。国债那个就是跟财政赤字它相关啊，另外一个伊就是商品贸易赤字，啊，伊就是要解决吼，所以啊，伊进前讲我足清楚，就是这关税就是要有制造业的过来。那他拄啊，咱委员讲啊，上好是一寡较有竞争力的产业拢过啦，吼。啊，你看咱进前咱，那是咱总统啊，行政院长伊咪讲要协助咱台湾的中小企业去铁锈区投资。有冇？因为铁锈区就是川普的票源啊，啊，这里直接投其所好。好，那其实这个中小企业内底就包括你头先讲的做家具的迄部分嘛，吼。啊，至于讲这有困难啦，因为这个困难啊，所以讲伊这个手术袂使伤照进，吼。因为咱知影嘛，伊学生拢总爱讲一个笑话，讲，手术做成功，但是病人才巧伊，吼。啊，所以讲你就袂使有巧伊，你也会安尼吼手术好办法，因为其实我感觉川普某种程度上我真钦佩伊啊，因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手术，你就是爱有一个冲动。伊这4年其实伊会使爽啊做啊。伊若像较早安尼，比如讲，继续有个双赤字啊，但是你经济成长啊顾起来，吼，伊爽啊做啊过来，因为美国宪法的22条修正案，伊就是做这4年而已。但是伊无啊，伊就是有一个敢若讲一个理想，吼。当然，我即摆安尼讲，可能足侪观众朋友无啥欢喜。啊，但是你来讲，你来即摆徛伊的立场看，我感觉伊要有一个近乎疯狂的勇气啦。伊才要去做这，要动这手术啊，无伊无去做这个。用落大旗啦，落大旗对啦。啊，这危机咧报字的时阵，拢报中原啦。哦，报中原看起来是上虚伪的，但是是报这个中原啦。但是有真侪人就讲，啊，你其实是你有当时你会警告无了，因为我有老同事吼，伫 DC 咧采访，内面消息足乱的啦，吼，就他们 Basin 啦，啊，无就是这个啥，Lutnick， 啊，无就是就发言人讲哈，I have no idea， 啊，唔知。啊，传播讲哦 ，125， 125啊，也必须讲，去倒去找。这美国这个情形，但是有人讲像柯老师安尼讲，但这一定爱有人去抬这刀，抬到了路才会开阔，刷来要咱来修，看这病人要咱来天，吼，咱天甲莫互伊死去。啊，病才有通啊好，罗老师有相信这种讲法。
其实吼问题足简单的啦吼，咱是干那讲吼，台湾无够人啦。啊，无你其实日本的首相石破茂真系讲法足清楚的，我袂去让啊，到今天为止，我袂去 compromise。啊，伊的部长嘛讲法清楚，真正足清楚的，就是咱去对要安怎谈，阮手顶这个外债啦吼，美国的这个债券吼，政府的债券，有影是美国人上限啦吼。但是吼，迄债券甲咱用美金嘛是用黄金差上济的部分，就是吼，咱古早这外汇吼无开嘛，随时会当开啦吼。啊，你即摆换做30档、100档吼，啊，你要卖的时阵吼，迄流动性足差的啦。啊，差就差伫讲钱共款你的啦，啊是交互某，啊是客入银行啦。啊，客入银行就是即摆这个部分，你家己印啊，家己去转啦。意思是敢若信托化啦。嘿啦，啊都有去无回啦，足简单的嘛吼，所以咱都无够人啦，啊，足清楚的啦吼。你即摆重点吼，你看欧盟人唔打紧，传播讲做我要延90天，啊，欧盟就讲好，安尼我嘛不爱甲你克这个关税，报复关税，啊，但是欧盟佫放话，伊甲大陆的电动车的关税会使谈，本头是已经。扣50%，即摆会使谈。啊，伊嘛讲甲清楚的，我迄个钢铁的部分，我佫看4月17了，甲佫来看要安怎处理。所以嘛，你等传播伊要安怎舞，啊，前仔日英案传播讲了，那真正大家无欢喜。啊，4月17号，欧盟嘛是照常佫第二波的关税报复。所以咱就是爱有一个部署，啊，有一个长远的想法。啊，袂使见吼，拢干那家己伫遐乌白想啦，乌白想都无意思嘛，你无可能甲美国人谈零关税啦。罗老师，如果若照你这个讲法，第一，咱来硬起来讲，无 stop here， 我 red light 是伫遮，咱敢有这个实力？啊，但是石破茂前日都安尼讲啊。无啦，老师，人伊是日本啊。啊，你爱知吼，石破茂8月爱去定选咯吼。嘿。啊，加拿大嘛爱去定选咯，啊，德国到即马还未瞧出来要安怎处理因家己的未来吼，所以其实传播嘛足清楚的啦，全世界徛伫台顶遮的人吼，伊若要甲喊无倒，拢会倒啦，啊，所以你变做石破茂即马想啦8月爱去选举，伊竟然会讲甲遮清楚，我袂去让啦，所以你爱知影吼，人共款是提着头办差吼，啊，传播嘛知影讲你8月要选举，所以我即摆甲90天大伫7月10号，7月10号甲你要选举吼，要1个月。不，罗老师，你他讲的拢是政权的保卫战啦吼，是啦。但是咱台湾敢有真正有这个底气讲，好来，我到这为止，袂使你佫袂使佫一亲门大户啊，咱。事事行行来过去这70-80年当中，甲美国行那只挖着，要突然间来做这个，敢有法度？其实传播讲我足清楚啦，伊要一成的台湾的 GDP 啦吼，差不多870亿啦，870亿美金啦吼。这个部分你无讲有讲，伊嘛会一直甲你乱啦，因为这870亿美金已经开喙啊。啊，所以你若愈唔敢讲，伊就愈有机会知影讲你惊。这870亿美金逐年呢，啊，但是主持人头你问讲，啊，美国即马做这办方式敢有效？我跟你讲无效啦，因为钢铁因开始扣反倾销税，是小布希的第2金，2004年、5年的时阵开始扣。克到即马，美国人的钢铁就业愈来愈少。啊，巴西袂使去美国卖特殊钢，敢会使甲钢坯、生铁、燃料用因的电，污染因的空气，啊用因的替代，啊摕美国互因规电链，啊所以美国即马变做钢铁生产量越来越少，可是钢铁的附加价值越来越高，所以人无加啦。钢铁业伫美国个人无加啦，一项有加啦，中间50%的人的这个薪水起1倍啦，
因为伊即摆做的物件，拢毋是迄种自铁砂开始炼的部分，嘛毋是钢铁，嘛毋是钢条，伊是拢直接对巴西摕这个生铁，啊再甲炼做特殊钢，所以人愈来愈少。老师，我突然间听到一句话，你讲伊安尼做拢无效吼，啊不如即摆小可甲应付者，等伊4单过了后，咱就头来好过日子啊，是不是安尼，王老师？就像主持人说的、啊，所以川普现在很急啊，大家都想说他其中选举会下来啊，拖过去就好了。所以他为什么现在这么急？所以他知道各国都在打算跟他拖过去嘛，然后其中选举他跛脚就没事了、啊。然后所以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未来的发展，第一个就像几位老师说的，在美国的再工业化是不太可能的。可是你回到川普的个性是漫天喊价，他也知道美国的再工业化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回到有案外包。可是核心点是你要针对中国去围堵，降低对中国的制造的依赖。我觉得长期来看是这样。那另外一个话，我觉得对于全球来讲，我也没这么悲观，因为从那个ECFA法或在之前，我们都会提到所谓的要素价格相等，因为你都到中国去生产，所以台湾的工资上不来，因为你的价钱比不过中国嘛。所以现在当中国被课到145%，假设100块钱，他要付245块钱卖到美国的价上。那台湾因为工资成本比较高，假设一开始就是卖150，卖不过中国。可是现在变成说，台湾加了10%的关税，我还是价钱比中国低，所以会有一些制造业回流到台湾。那这样台湾企业对于劳工的需求也又增加，工资就会上来。所以对台湾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所以不是只有看价格，实际上工资也可能会带动，然后进一步带动一些过去的一些外流到中国的回流到各自国家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对中国杀伤力会比较大。那对于其他国家，可能就是川普说的，痛苦一段时间，那迟早会回来。他的逻辑是这样。老师，你他讲到讲，比如讲工厂来登来台湾，但是台湾人即马已经无习惯，要做乌手安尼。一样啊，你要想。台湾文科都可以去做半导体的，你有钱赚，你会不会做欧手？这我唔敢预测啦。老师，一般吼，制造业吼，就是你工资是真大的因素啦。比如讲，咱拄啊，国上讲到，咱台湾的工资真悬嘛，美国愈悬吼，所以意思讲吼，一寡迄个较传统的产业咧，要伫遐去重新再起吼。是有一定的限度啦，吼，这第一项，第二项是讲吼，拄啊罗老师有讲到讲，迄个台湾无够人，就是讲，迄个谈判，迄个立场啦，吼。当然我知影的是讲吼，日本其实因嘛是放了有愈较软啦，因为比如讲伊包括伊日元，伊的汇率有哦，甚至已经这边谈判，伊第一个谈判，伊就摕伫谈判桌顶啊，所以其实日本嘛让步足济啦，吼。人来讲吼，全世界总有法度甲川普对抗的，敢两项，第一项是市场的表现无好，这跟市场股票哦，啊个迄个汇率的市场，这三个市场拢无好，啊川普才惊到嘛。啊第二个是中国啦，因为中国毕竟伊迄个国内迄个生产规模真大。啊当然欧美嘛有一寡迄谈判的实力啦，啊不过欧美其实是美国的盟国啦吼，所以其实我有帮他弄，这是我大概看到的。是。啊，柯老师，你家己认为咧？即头仔王老师讲，而且讲，袂得讲有一寡转单效应，甚至会转来到台湾设厂，这头一个。第二个是，他拄王老师也有讲过哦，袂得讲中国的物件销袂出去，全世界到处去当兵呢。这种代志，我想，因为我即马吼，当时，我这朋友咧网络顶头看哦，因咧网站叫做。拼多啦，拼多多啦，迄物件俗啊，真正会惊死人，足俗的，这种代志会发生嘛？先讲你来转来台湾投资，就是你无你的这个有缺的问题嘛是要解决啦，啊你转来当然啦，较早你
传播1.0，疫情好像听说让我台商回来但是没有看过确实的数据。那但是有这个动机啦，那或者讲去其他的所在投资啊，那另外就是讲这个中国对外的这个单品其实当个拜登的时阵，一直有讲中国对外输出通缩因为他国内产能过剩，我觉得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讲中国的制造，我感觉这边其实美国有一个智库，伊去预测2030年2030年全世界的这个制造业的产能一半来自中国，美国敢若剩1/10，这就是涉及到敢若美国的国安你若讲两国美国中国万一讲以后若正经有发生这个军事的战争的话那这个美国这样子程度的这个制造能力，可能它的后勤就会出问题了除非说1-2天就把中国干掉了你若讲战事拉长，这整个后勤出问题，所以以及边在动用，好像台湾委员讲那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再通过但是即马嘛是请咱台湾国政相讲的是，大概你单讲这明年11月这其中选举，万一啦你若去有民主党给换过来了后那这个可能就是他就会否定这个法案川普若要去拍关税战，伊都要去找法院你找法院那公听会上就要很久的时间那他都要一点我袂记你补充来讲，川普伊敢知影讲伊这有风险有啦，因为其实1930年迄阵有一个斯穆特哈利法案。系啊，咱大概有印象，斯穆特哈利法案伊就是将2万多个进口产品拢甲关税提高起来，然后希望就是说美国人买家己美国的产品就好结果发生啥物大家嘛知过来发生啥物大家知的第2次世界大战嘛所以过来签订迄个什么布列敦森林，然后50年代出现 GATT 的，就像 WTO。即马是用要再来一次，就历史上也再来一次。他也知道，所以讲伊在讲不能去重演那一部分，大家爱美国人爱啉掉的，伊这个手术会当成功。但是在我的看法是，这毕竟是顶世纪的代志，顶世纪的制造业，甲咱21世纪即摆要生产的这个物件，其实是差甲天差地别。一个 AI 会要用的这 CPU， 咱做的这个晶片，去到咱嘛需要韩国的物件来甲咱斗，嘛就要合作这国际贸易的物件，含着国际的全球化，这是伴生而来的。这种物件，到有通真正在传播顶头，变做像头先王老师讲的，这趟拢是 green buckets， 这趟是 yellow bucket。这趟是 red buckets， 我先请教罗老师。其实川普总统伊是真巧啦，所以伊即马一部分打足掉的，一开始就要大家定到你金票上。但是一部分你甲看伊足清楚的，伊度伫明示暗示，你中国迄边若卖够高我强，我嘛会想办法好，互你大家拢会使过。伊敢若一点袂当承认啦就是讲，伊都嘛要甲普丁做斗阵，伊足疼惜金大中，伊嘛想要甲美国的领土扩展到欧洲，扩展到中东，所以其实即马这个经济咱你看起来这乱伊是敢若拢要甲大家的钱地调调啦就是讲钱你的啦，但是我来决定安怎开啦。剩的伊要爱的物件拢足清楚的，迄个叫做啥物？特别伫 North Carolina 生产 furniture， 迄无可能的代志嘛。对啊。电动车伊根本都无想要互伊更较俗嘛。飞联机，坦白讲，你敢有捌听过伊出来讲说，咱来调查波音的737建拢会安尼门就摔落来，甲对拢会栽落去，对的会出代志，伊拢毋捌咯。这敢毋是国安问题？你即摆美国伫佛罗里达游艇停伫边啊，嘣一下就无去啊！你即摆伫纽约，直升机，奇怪，甲飞起15分钟就无油啊！伊敢有讲这是国安问题？
所以咱爱做清楚的，伊有伊要肖像的舞台，啊，咱家己有咱家己爱知影讲，万不行，你要安怎甲伊车拼？啊，你若连遮拢无爱想，甲迄人顾，啊，人明明都有家己的一盘棋。 啊！你见拢想讲，我嘛会使甲伊斗人，哎，都无可能个代志啊！所以恁若愈早清醒，啊，咱愈想清楚，8月要选举的石破茂，一样个讲做，我无爱去让啊啦！哈，这足重要的哦，人毋是干那欺骗哦，人是已经拢跌过啊！啊，咱讲拢免想，袂使安尼。